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彼此来祝福哦。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站立，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来，手借给我来。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再一次来，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弟兄姐妹，你今天早晨起来，不知道你的心情如何？外面有没有下雨？有下雨哦。那你的心情如何？会不会因为这些环境影响到你的心情？或者是某一个人的言语、某一件事情影响到你此刻的心情来敬拜上帝哦？当你踏到这里的时候，当你用感恩献上为祭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哦，让那个喜乐代替忧愁，让那个喜乐能够把这些的忧愁能够赶走。我们再一次在赞美的时候，我们求神将他的喜乐、平安赏赐在我们当中啊。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拍掌，将荣耀归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又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哦。我们起来可以呼吸，不管天地万物再怎么样改变，你可以呼吸，你可以有一口气存在，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大卫他一生有一些的犯错，刚开始很棒，但是后面有一些犯错。
但是他跟扫罗的结局大不同。为什么？因为他常常反省，常常向神来求告，求上帝来赦免他，这是他能够长久能够存在的一个原因。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谢哦！上帝的慈爱赐福是永久的，他的恩典是永久的，他不轻易发怒。可能他生气是因为暂时因为我们所行的恶。我们如果像大卫，知道如何来寻求他的赦免，求他的圣灵不离开我们，以他的意念为我们意念，以他的道路为我们道路，我们就必看见后面所要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是神所要我们走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开你的口哦，开你的口，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感谢，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里面来到阿爸天父的面前。主啊，你是施恩赐福，你是恩典一生之久赐给你的儿女的上帝。主，我们感谢赞美，在今天早晨我们来赞美来敬拜，因为我们将昨日在前天在以前我们心里这些的不舒服，这些的怒气，求你帮助我们主席，这些哀伤，这些叹气，我们摆在神你的面前。主啊，赐给我们有属神的思想意念，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呼求你，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求告你，你就显明你的慈爱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你是愿意赦免我们、除去我们罪的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谢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来到这里，不管天地万物在改变，你的慈爱总是永不改变。谢谢主，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但你给我们有这样赦罪的管道，让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的恩典，我们就必得救。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罪，上帝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你的慈爱。愿我们能够坦然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大大张口向你称颂，向你承认我们的亏欠软弱。你的恩典就赐下，你的怜悯就充满在我们当中。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恳求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变化、病毒不断的变化的当中，我们心我们身体受到这些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恳求主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用上帝的话来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耶和华是什么？是我的，是诗人的，是不是你的？就是你求神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什么是你的劳苦重担？什么是你的艰难？什么是你的痛苦？你挺过了吗？你走过吗？或者是正在其中？神给我们有一个管道，可以让你抒发、释放、寻求。所以在这几方面，你正经历你的事业、你的工作，在一个冲击，在一个捆锁，在一个要失去吗？神说你来到我这边，他的话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你的身心灵或者你的亲人正在受到这些肉体的病痛的折磨吗？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主说你可以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安息代表内在的、永恒的，还有就是在你所挂念的那一件事上，神知道，主知道神来就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它跟盗贼来要偷、要抢、要杀害、要毁坏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弟兄姐妹，邀请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全人的主。哪里缺乏，你就向他祈求，按手在你的心上，按手在你患病的部位，我们来寻求他。当你大大开口，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医治，你需要什么，向他祈求，开口。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我们牧长来服侍，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的同工就会为你来祝福。不要让这样的一个经历神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来从你身边溜走。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向主来呼求，将你的心事向神来敞开。弟兄姐妹，开你的口，开你的口，敞开你的灵，向神来哭诉，向神来寻求。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你说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必赐福。主，谢谢你，我们挺过我们的痛苦吗？或者是我们正在那个痛苦当中？主，你知道。主，愿你的全能胜过这些权势，愿你的恩典胜过我们的缺乏。主啊，让我们能够呼求你，就能应允，让我们的祷告上达天听，让我们的寻求被你来寻见。谢谢主，让我们经历你丰丰富富恩典。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你愿意将你的怜悯赏赐给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说你必是福。诗人说你是他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力量。诗人说他是你是他的医治，你也是我们的医治。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我们牧者，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呼召我们说，我们有劳苦的就来到你这边，我们有缺乏的就来到你这边，我们有这些的忧伤的就来到你这边，你就必使我们从宝座恩典的座前能够领受你的供应，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带领，也看见神你的意念就高过我们的意念。原来神你在这样的苦难背后竟然藏着大的恩典，使我们知道依靠你，我们就有出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要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为今天礼拜不管是哪一场，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愿主的话这样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们时时警醒祷告，我们才能够警醒站立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为了个人你还有哪一件事情因为昨天晚上、前天或者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让你伤心难过，主知道您的状况哦。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承认我们有一些的怒气，我们有一些的不属神的想法，奉主的名现在就挪去哦。我们为着10月30号新堂这个宣教中心还有57周年的庆典献堂这些的筹备我们恳求神来帮助。那我们本主日的好多的这一些的聚会这一些的训练求主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做这些目的就是要分享福音的好处。我们特别为牧者团队特别在这艰困的世代，特别在这个大环境一直在改变，我们恳求神让我们知道真理不变，但是如何用合神心意的方法来牧养我们的群羊。我们都是人，都是有限你有24小时，牧师也只有24小时牧师没有3头6臂需要神的供应，需要弟兄姐妹多的代祷。当你们的代祷使牧者团队更有智慧来牧养
不是只有在那边说风凉话，或是说负面的话。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家，你就起来祷告，为着团队来祷告，为着这牧长来祷告，因为有你的祷告，更有力量能够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赞美神。当你的赞美，神就在这边；当你的祈求，神的运行就在这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恳求你，恳求你施恩施福，你的话语向我们来显明，不是我们在说，是神你来说，你的圣灵就向我们来启示，向我们来感动，不是用人的想法，而是用神的想法。主，谢谢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你将你的平安、你的恩典就赏赐在我们当中。我们呼求你，我们便能得医治；我们呼求你，便能得到你的同在。你的同在是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力量。主，谢谢你在今天早晨敬拜，你喜爱你的儿女来敬拜你，你喜爱在敬拜当中向你的儿女来彰显你的慈爱、你的荣耀。主啊，我们在这里，当你允许说我们同心合意，2、3个人奉你名祈求，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就允许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你把你的圣灵赏赐给我们，督责我们，开启我们心窍，明白你的真理。主，我们就知道你的真理要使我们身心灵得着自由。谢谢主，你赏赐你的话语，主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如何来赞美、荣耀跟祈求。我们要一起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赞的，直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的神是值得赞美的，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举手来赞美他，拍手来赞美他。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他名何等伟大，能力存永远，在他隐秘处是何等的安稳。他是信实间的神，永远在身旁。神是应当称颂，他能力已彰显。他以恩待我们，向我们大施慈爱。主他以希奇，要施恩给我们，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他名何等伟大，能力存到永远，在他隐秘处是何等的安稳。他是信实全能神，永远在身旁。神是应当称颂，他能力已彰显。他以恩待我们，向我们大施慈爱。我主他以希奇，要施恩给我们。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神是应当称颂，他能力已彰显。
向我们大施慈爱，握住他一息起，要施恩给我们，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我们一起举手，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爱我们，向我们大施慈爱，握住他一息起，要施恩给我们，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是应当称颂，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耶稣是，耶稣是全能的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那全能的神。耶稣是我们的全能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我们的帮助。主，你是我们的力量。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过去的一个礼拜，你的恩福与我们同在。你所赐下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你赐下的更是充充足足的得胜有余。主，谢谢你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所赐福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也为这一切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你一直是我们的力量，因为你是主，我们的神，你是耶和华。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宣告我们神的属性。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主在乎你。再一次来唱我的诗歌，的诗歌，它是我们的拯救，它也是在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主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再次来宣告说，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来宣告，主你
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是在乎你。来对自己说，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来向我们的神来说，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是的，神是我们的力量，他更是我们的恩典。他的恩典处处都在我们的身旁。让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徜徉在这恩典的洋流当中，让我们来享受与圣灵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敬拜的时间。你的慈爱，神的慈爱，他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神的荣美，你的荣美照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照耀我灵。神的信实，你的信实坚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坚固我的生命。每当让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仰望你，就跟神说，我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唱，来诉说神的荣美、慈爱。你的慈爱保守我心，你的荣美。是的，这是我们的神，照耀我灵。这是我们的神。你的信实坚固我的生命。每当我仰望你，天父，我感谢你。世上的事，世上的事，凡事都是虚空，突然劳碌，转眼归于尘土。你的国度胜过世上所有盼望，你的荣耀是指引我的光，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你丰富我的道路，我的脚步，你全都看顾。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各位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献上感谢的祷告。因着神，你在过去一个礼拜中，因着神你所得到的恩典，你所得到的祝福，你所得到的带领，让我们一起献上赞美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献上感谢的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过去一个礼拜的平安，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你的光总是照耀在我们的路上，让我们不至于跌倒，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是的，神，你的慈爱一直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处处的充满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的恩典，赞美你的赐福。一切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我们一起来继续的来敬拜。保守我心，你的荣美，照耀我灵，
的心事，坚固我的生命。每当我仰望你，天父，我感谢你。世上的事，凡事都是虚空，突然劳碌，转眼变为尘土。你的国度胜过世上所有盼望，你的荣耀是指引我的光。世上的事，凡事都是虚空，突然劳碌，转眼归于尘土。你的国度胜过世上所有盼望，你的荣耀是指引我的光。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你丰富我的道路，我的脚步，一切都看顾。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你丰富我的道路，我的脚步，一切都看顾。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因你是唯一，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神是唯一，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我们唯一的救主，因着你的慈爱，使我们的心得保守。因着你的光照耀我们干渴的心灵，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在缺乏当中得着供应。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恩典够用，让我们来支取你属天的能力，从你话语里面看到你给我们的盼望，即使是我们正在艰难痛苦当中。谢谢主，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满足。谢谢主，让我们透过敬拜，邀请你在这边掌权，在我们心中掌权，在我们的家庭掌权，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职场，在我们身体上来掌权。主，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主，你的应许说，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你必赐福。这是你的应许，愿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敬畏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应许。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啊，廖正成弟兄在我们的他的儿子在哪边？上班请坐这个他代表就看到廖爸就有这个 DNA 嘛还有李子薇李子薇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好，请坐愿上帝赐福。还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好，我们10月2号我们10月2号那一天只有一场我们会到新堂去试看看我们可以一起来在那边敬拜。那2022年的临时混合会，我们会办理长职的选举
那长职的候选人资格名单与会员名册，我们到楼下的公布栏来看。那如果有异议，则请在9月25号前向小会书记陈敏哲长老提出，由小会来补正。当日如果无法参加的陪参会员，你是受洗的会员，请于10月1号前以书面向小组长或小会书记来提出请假。我们为了要庆祝教会的57周年，还有新堂装修落成的感恩礼拜，当天只有一场。我们在10月30号上午9点半，只有一场，欢迎我们弟兄姐妹回家欢庆。那我们要采事先报名，会有当日出席的，我们会有赠送一件纪念 T 恤一件哦。那即日起到9月11号前，向你的小组长来登记。那登记的这个 T 恤的尺寸在楼下不选色我们选你的尺寸可以到1楼去登记，向你的小组长来登记你的型号。那我们的儿童牧区也将在下主日举办户外的阿嘎培那欢迎亲子同行，行程请见报名简章请在9月11号前向高宇文干事来报名缴会。那我们松联大学9月5号就开始开学了那我们有一些课程特别新增了周四的预防失智失能的课程欢迎我们的松联的兄姐可以报名参加。其他的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你和你的剑士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撒母耳记上25章33节再一次，你和你的剑士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撒母耳记上25章33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不明白奉献意义的，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如果你懂得奉献，这是神给你丰富、给你蒙福的秘诀。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说：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软弱则以得刚强，贫穷则以称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则以得刚强，贫穷则以称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满满。当我们忧伤痛苦时，主你安慰我们。
当我们生病时，主你医治我们；当我们软弱时，主你赐我们力量，让我们刚强壮胆。感谢主赐下丰盛的恩典。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牺牲生命，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成为我们学习奉献的榜样。现在我们要献上主你所赐的时间、金钱、才能，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主耶稣是你的力量和避难所。主耶稣是你的力量和避难所。弟兄姐妹，主是你的力量，是你的避难所吗？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得着智慧。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起来宣告，读出来，宣告出来就是你的哦。我们一起来。亚比该看见大卫，就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他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于我，求你容许使女向你进言，更求你使你的话。我主必不理会拿巴这性情凶暴的人，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名叫拿巴，为人也真是愚顽。至于我你的使女，并没有看见我主所派来的仆人。现在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避免流人的血，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现在愿你的仇敌和谋害我主的人都像拿巴一样。现在求我主把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我主的仆人，求你原谅使女的冒犯。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你一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恶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要寻索你的性命，我主的性命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那里，如同藏在生命的宝藏中。至于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甩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福气赐给我主，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我主就不至于因为亲手报仇，流了无辜人的血，而心里不安，良心有亏了。耶和华赐福给我主的时候，求你记得你的使女。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派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剑士也配得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上帝起誓，若不是你很快地来迎接我，到早晨天亮的时候，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一个也不留。大卫从亚比该手中收了他带来的礼物，对他说：平平安安上你的家去吧。你看，我看了你的情面，听了你的话。愿主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真的是使1万人能够通达，也让我们将失去生命的能够重新恢复生命。谢谢主，让你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面，开我们的心窍，让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使我们得着自由。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今天这段的经文一起来思想，特别是在你的痛苦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正在经历这样的痛苦。上个礼拜我们看见走过艰困的时刻，走过艰困，你得到什么样的价值？今天我们透过在生命当中不断的锻炼我们，看见大卫，他之前已经饶了扫罗一次，对不对？扫罗做什么？然后他做什么？在上厕所的时候，对不对？那大卫有机会杀他，但是没有，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他的心向他来提醒说，不要害上帝所膏的人。他尊重上帝，不然可以给他死，他可以提早来登上他上帝预备给他的王位，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痛苦的抉择但是他经过了又第二个试炼我们看到这是第二次在锻炼他能够成为一个王，一个品格很重要的时刻这一关经过了，后面还有一关还有一关，那关关难过关关过。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但是呢，有时候差点失去理智。有没有？当我们失去理智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号称河马教授的张文亮教授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过他的文章，看过他写的书他写得很棒，很多可以安慰人、可以鼓励人、造就人的这些书。但最近在8月31号他的师母去被秦师母安息主怀。他们两个人间谍情深他曾经讲过说，我去哪里都要有妻子陪同，妻子不去，我就不去。可以见到他们夫妇俩的这样的一个感情非常至深。在他的太太安息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他知道了上帝如何与他的妻子，让他在最后弥留临终的时候，他看见了主，所以他放心把他交给主但其实在这之前，他因为丧失了他的儿子，他有一度想要自杀，想要轻生。他这个智慧的太太就告诉他可以，但是当你把这个文章、把这个书写完之后，你就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结果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他继续写，写到写到现在还没有写完，因为一直在写书，一直在写书，所以后来他也没有自杀。他回想，透过他太太的话来提醒他，透过圣灵的感动来帮助他，让他走过艰困的这个时刻。他丧失了他的宝贝儿子，所以致使忧郁症缠身。所以你知道，忧郁一彰显出来的时候，使人真的是不管怎样有声音、有幻想，就会告诉他你细细看开我。有这些话语就常常绕绕在这些患病的，特别是忧郁人的脑海中、心里。在他太太要临终之前、弥留之前，他忽然大声叫他说：“文亮，起来赞美。”平常他是叫他的先生什么？夫啊，夫啊。但是那时候他就叫他文亮起来赞美。所以当他听到他的太太告诉他说起来赞美的时候，当他再一次讲文亮起来赞美的时候，他就赶到他的床边，然后他不知道要赞美什么，他不知道要怎样举手赞美，所以他说这是他听了他太太最后一句话，也让他知道他的太太最后亲眼见到主耶稣。所以最后他在看见他经历的
他太太在主耶稣的带领，好像上帝透过他的应许当中我要再来接你回天家，这样的应许就烙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此时此刻他的太太与主同在，主也与他同在。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至亲离别的过程当中，在那痛苦当中难分难舍但他知道有神的陪伴同在，有主的同在，他放心了，他卸下了他的心的这样的一个不舍，然后交给上帝。今天我们要透过大卫，他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他的属灵导师死了，所以25章一开始说撒母耳怎样死了，他心里非常的哀伤，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害怕，因为有一位王在追杀他。我们看到他到哪里，这个情报单位就搜寻到哪里，然后他就要逃，从这些的旷野这样逃来逃去，最后逃到了马云旷野。在这旷野当中，我们之前看到他带了一群什么人？这些人都是什么？被逼迫的、失败的、欠债的，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我们上个礼拜讲，自身难保，还要带着这一群，还要安慰他们，那谁安慰我今天他碰到一位性情凶暴拿巴。拿巴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愚顽，讲较白叫做傻瓜，戆人，像愚顽人，这是他名字的意思有人会去取这样的名字吗？在古时候才有啦。我有一个叔公，他的名字叫做胎哥所以我们都叫他胎哥结公。以前人就是怕天妒英才或什么，就随便起个名字，蒙优蒙奇这样那这个拿巴不知道怎么取的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在告诉我们，大卫正在那种痛苦当中，再次来磨练他，再次来锻炼他。因为一句话会不会使你就血气就上来，然后做了不可收拾的事这个是一个上帝透过他在大卫当中生命的考验，所以在盛怒之下差点促成大错。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如何挺过这样的一个痛苦，心里面的痛苦，人话语羞辱的痛苦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这样的力量可以帮助你，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可能是从你的太太，从你的身边周遭的人一句话来提醒你。所以我们看到有趣的这对夫妇讲出来的话不一样，一个是会刺伤人的，一个是会安慰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段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我们常常说你不懂我的痛你不了解我了，所以你才这样讲嘛。你根本就没有同理我。你没有经过，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好了，你不要哭，你不要怎样。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经过亲人的去世，你就不了解那种亲人的痛，失去亲人的痛。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别人还讲的那些风凉话，或者是你觉得这些的言语冒犯了你，或者是使你好像是落井了，然后石头又扎下来。上帝对大卫的磨练或者锻炼是全方位的，所以撒母耳死了，他失去了一个属灵的导师，失去了一个依靠，因为他高抹了他透过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来提醒大卫这位年轻的后代。我们看到撒母耳离世，大卫没有继续留在犹大地，他开始在巴兰的旷野躲藏。
然后扫罗又带着3000的精兵到处来搜捕他，在洞里，他不知道经过哪一些的洞，亚杜兰洞、隐基底等等这一些，在他逃难的过程当中，神的保守一直与他同在。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艰困，在这样的痛苦的当中，神把他带到了马云旷野来遇见拿巴这个愚顽人。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跟拿巴的牧羊人，他们的手下一同来在一起，然后保护他们。此刻可能会觉得拿巴说：“你们是来收我的保护费，是不是？”但其实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有怜悯的心，会看到这群缺乏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站在拿巴的角色来想，哇，这群人是怎么样匪类了、欠债的了、被逼迫的了、失败的了，我们都不大想跟这些人在一起。拿巴他也有一点吝啬，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使大卫伤心难过，觉得被羞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羞辱过的？你有没有被话语刺伤过的？常常华人就是这样口无遮拦有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大脑思想，特别是在情急之下，我们千万不要把那句话脱口而出，特别是在针对夫妻吵架的时候，情急之下就好，最好是把它吞下去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拿巴他说：“谁是大卫啊？然后谁是耶西的儿子啊？”然后他又说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人。来，我们来看这是谁啊？难道他没有听过大卫？大卫的名字没有吗？大家都在歌颂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多少？他没有听过吗？应该他听过啊，但是他却贬低他，是谁呀？无名小子，你是谁呀？然后他说他是一个逃跑的仆人，就指他是背叛他的主人扫罗的。你知道人就在难过，然后带着这一群失败的人，然后我要为他们负责，平常都在安慰他们，现在因为这一句话，他的心觉得非常的受到伤害。我们常常在介绍我们过去的，我们在介绍你的儿子，你怎么介绍？这是我的那位笨儿子，有吗？然后介绍你的太太，以前的人这是我的什么内？贱内，哎呀，嘴巴都不会讲好话，你知道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说的何以如金苹果落在什么云网上，就是你的话说的何以，你所被回馈的其实是很棒的。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拿巴这个愚顽人说出来的是愚顽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也提醒我们，一起来念来：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思想，你所说的话出来是造就人，或是伤人的？你所讲出来的话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常常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是啊啦，害啊啦，对不？过来嘞，惨啊啦！你知道，当我们话语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老板，是一个董事长，你知道你的话语是有权柄。你在家庭，你作为一个家长，对不对？你们常常骂你的儿子、女儿是笨蛋，那你是谁？你是笨蛋的爸爸，你是笨蛋的妈妈吗？所以我们常常口无遮拦，生气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出来的话是刺伤人的。所以言语的暴力，其实我们常常跟人接触，第一个伤害是从言语来。你的言语是造就的还是负面的？是正面还是负面？是造就还是损伤人的？
当我们要说出口的时候，这句话千万要记住，包括我自己，我们自我提醒，特别是我们公众人物，特别是说我们可能是一个领袖，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学校，你是一个领导者，你说出来的话会有影响力。拿巴他其实也是有影响力，他是一个财主，他手下有那么多的仆人，但是他说出来的仆人同不同意？为什么这些仆人赶快去找亚比盖？这是因为他说出来的可能这些平常说出来会刺伤人，所以这些仆人大都不想找拿巴，但是会不得已，因为这个是大的决定嘛，因为要分享很多这些的食物啊，所以他不得不来。但是呢，当他们来找拿巴的时候，拿巴怎么回应？说了这些话，他们觉得哎呀大事不妙，所以赶快去找什么？他们的这个老板娘，就是亚比该，赶快去找他。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说，我们的言语一讲出来，是不是有让我们的孩子受伤？常常我们在反省，哎呀，我这句话真的，我不管你了啦，出在你去滚去死真的就去死了，你知道吗？一气之下，车子开了就飙了，就砰了就没有了，不是吗？我们看到这个话语一出口，真的是要非常小心哦。箴言也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说话出口的时候是为他人着想，还是会伤害人，利己伤人嘛？第二个，我们看到因为一句话导致差点大卫的王位不保，你知道吗？他差点犯了上帝的诫命了。亚比该讲了一句话：不要流什么无辜人的血。这不是在上帝的诫命里面吗？虽然他是被膏抹了，但是他可以随时被换掉，对不对？还没有上任就要换掉了。扫罗就是这样口无遮拦，然后呢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做。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差一点让他失去了他的王位。一起来，天亮以前，要是我不杀光他所有的人，愿上帝重重地惩罚我。收不到保护费，或者说没有人要给他吃，你觉得你帮助过人，人家应该要回馈你吗？是不是这样？不要这样想哦。如果你帮助人不像人就是追这样的一个好像邀功神会纪念你。如果你得到人的赞美就够了，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想神会供应我们，但是因为一句刺伤他的话，所以让他血气起来。你有没有这个时刻这样的一个经验？有没有一句话的刺伤你？刺痛你的软弱，然后你就跳起来，然后就怎样？他刺你一句，你就刺他2句，有没有？可能有，我们常常这样，在骂的，特别是在生气、在吵架的时候，有没有这样？骂得很难听，我就骂你，我又不是不会骂，对不对？所以像圣经里面，以口还口，对不对？以牙还牙，对啊。所以他想这样。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愤怒如果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很小心那一句话或者是那个意念会让人死所以上帝借着拿巴的愚蠢，让大卫看见他血气的一面。所以在天亮之前我如果不杀光他，因为不给他们吃，然后因为一句话的羞辱，所以要把他们全部的男人都杀光，其他的人多无辜只有这个拿巴坏蛋，只有这个拿巴伤害他，但是一血气上来六亲不认，枪拿起来。为什么？你看最近很多这些的社会事件，美国等等这些国外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句话把这样的一个大卫里面的愚蠢给他引出来，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会被一句话引出我们的无知，引出我们的愚蠢。大卫在旷野那么久了，他一直是在扮演什么角色？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角色，对不对？他帮助这一群人呢，对不对？大家把他看作英雄。如果这时候因为这一句话，然后就杀了拿巴所有的男丁，你觉得这些的部下会怎么看待他？哎呦，怎么那么残忍？之前你都不敢杀扫罗了，对不对？连割他的一个衣襟，你都觉得不得了了，觉得很伤心难过啊！竟然因为一句话，就要杀光了拿巴的他全家的男人。哇！如果这样做的话，弟兄姐妹，你觉得呢？这个话多么愚蠢，这个宣告是多么愚蠢。所以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生气起来，我们就六亲不认；我们生气起来，什么话都要讲出口，对不对？如果从今以后我就绝对不再，后面那边不要讲好吗？思想一下，如果你生气起来要讲的那一句话，最好把它停，不然可能就离婚，可能就是什么，可能就是亲子的关系破坏，可能就是导致杀人。我们看最近的一个事件哦，永和哥哥杀弟弟，对不对？为什么？钱。为什么？气他不还钱，气他欺负他。他跟媒体讲就是这样，因为气，所以就很残忍，把他头割掉，把他分解，尸体还来不及丢，还留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哦，我们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他在上帝的面前不是拿巴麻烦，是他要麻烦了，他要碰到大麻烦。因为大卫这个怒气一旦宣泄哦，失去做王的权利，然后神所立的王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这样的一个失去理智，他不知道会为他带来更大的祸患。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在提醒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个人都应该随时聆听别人的意见，不要急于发言，更不要轻易动怒。人的怒气并不能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这个是比较白话，我觉得让我们说你生气啊，好像你易怒，但是不能够成就上帝的公义。上帝自有自的判断。来，一起来，你们若发脾气，不可因这脾气而犯罪，也不可生一整天的气，不可让魔鬼有机可乘。你们不可怎样？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这个是比较白话的翻译，蛮贴切的提醒。你有几天生气啊？没了？你有没有气呼呼的，气到睡不着，气到隔天还在气，气到心里就开始想，我以后不会理他；气到说好，我以后不会养他；气到说我以后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气到最后，有的心里想说：“好啊，给他要死。”我们看到就这样，所以那个杀气就会动到你的心。我们看到圣经提醒我们来，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激发争端，制造乱事。弟兄姐妹，意思就是易怒或是骄傲所带来的都是恶果，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社会事件，常常就是因为易怒、骄傲等等杀气攻心，然后犯下了不可收拾的这一些的后果。亲兄弟明算账就好了，还要杀了他。对，老母不在了对，妈妈不在了，就开始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多少的社会事件是这样？因为他怎样，因为他怎样，说我气不过，所以就怎样。甚至这个媒体说，他借钱不还，霸占3个房间，常常欺负我。这个就是哥哥他为什么犯下这个杀机的一个原因。最后气了，气就在里面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气？然后怎样？东西拿起来就这样。有时候夫妻吵架，对。我如果生气哦，我不会去砸对方，我去打什么墙壁，因为墙壁不会还手，也不会叫。对，我们要做出那个动作，因为气到不行了，无理取闹，然后要做出来的时候，想一下哈，还好这时候有亚比该来阻止他。你了解我的明白，你懂我的痛。你的感觉我懂，你有没有同理到这些人的需要？如果你没有经过，你真的不懂啊！不懂就不要讲话。约伯3个朋友就是这样，你不懂就不要讲话，不明白就不要乱讲，讲的让没有安慰，没打给他让约伯到最后起毛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亚比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大卫的口说，感谢上帝差你预备你。今天上帝要使用你我，讲出合一的话，讲出安慰的话，讲出智慧的话。弟兄姐妹，不要轻忽你的一句话，可能会化解纷争，可能会化解一场大的这个杀戮的危机。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亚比该，上帝预备一个聪慧又勇敢。你看他这些仆人马上来告诉他，然后他当机立断，他有所预备，他马上行动。所以他同理到大卫的内在心情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他没有辩解，对不对？他马上下驴，然后看到大卫就叩拜，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都讲说什么？我主，我主，我主。他屈低自己，然后呢，他尊荣大卫，我的主啊，这罪归你。他不会辩解，他说这罪归我，容许我再次的向你来进言。他先屈低自己，谦卑。然后柔软的身段有没有？为什么这一些的仆人会来告诉他？关系好，亲和力，这个老板娘很不错，所以愿意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来告诉老板娘。你可以成为这样的角色，可以成为人愿意把他的心里面的事来告诉你，倾心吐意的来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亚比该。是可以让我们学习，这样有智慧的，先不会辩解，然后说：“哎呀，我主，这个错归我，因为我当时不在场。如果我在场，应该不会这样做。”所以他带着礼物来赔罪，还承认他自己的错，然后又数落的他的先生。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愚蠢。跟他的名字一样，所以你不要在意。你知道，见面3分情，然后礼物又送上来，你会怎样？哎呀，看在这些的情面上，你不会说我一定要把他们杀光，不会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有智慧哦。其实，在始祖亚当夏娃，你看。当罪在审判来临，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来临的时候，然后你们怎样怎样，然后就开始怎样推，都是他。亚当推给谁？夏娃。夏娃推给谁？蛇。蛇要推给谁？上帝啊！你不种那2棵树，不就没有事了吗？对不对？常常我们就要推来推去，
指责，讲到你的时候，不是我，是他。但是我们看到亚比该哦，叫做输输啊赢，不是赢输。我好像理智好像是输了，但其实他讲出来的话，让大卫能够怎么样止息他的怒气。我们都知道最后呢，大卫哇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了美丽，最后亚比该成为谁？成为大卫的妾啊，成为他的老婆哎。因为他说出，因为你的话阻止了我，因为你的话让我不至于大开杀戒啊，因为你的一句话是不是能够化解纷争？他提醒哦，我主啊，不要让人看见你的愚笨啊。他话中有话，他不要让人害你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上主没有让你亲手向敌人报仇，杀了他们。现在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向你发誓，你的敌人和所有想害你的人都要像拿巴一样被惩。哇，这个女人真的有智慧，弟兄姐妹，如果这时候你讲的话很重要，是不是可以平息纷争？是可以让人跟上帝之间，然后不要忘记上帝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亚比该，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上帝透过这个阶段把亚比该放在这里，然后来操练他，然后来提醒，用他的话语来提醒大卫，差一点哦，你差一点违背上帝的真理哦。所以大卫差一点因为愤怒失去理智，他差一点以自己的方法而没有听凭主怒。圣经其实在提醒我们哦，不要自己伸冤哦，只完全满足自己的权利哦，而要留个地方给上帝来彰显怎样？彰显他的义怒，让上帝自己出手。如果你出手哦，结果应该不是这样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透过亚比该他这样的一个从真理里面来跟他沟通，所以请你怎样饶恕我的过错，上主要让你做王，那你的后代也要做王。那我们看到他如何告诉他哦，所以亚比该告诉大卫，透过28到31节，我们来看他说了几个很重要重点哦。第一个就是你生平没有犯过什么当的错误啊，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哦，小错没有犯，犯一件大错你就完蛋了。但是他讲的非常有技巧。第二个，你的生命都是蒙福的，即使你是在逃难的过程当中，你看神都恩待你，都跟你在一起，对不对？第三个你何必为了这个恶人留下日后的污名？不值得。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你不值得为这一个无理取闹、这个性情凶暴或者是愚顽的人来负上你日后的污名，不值得。哎呀，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这些的女性神有时候透过你们，可以抚平人的伤痛，可以阻止很大的纷争，来阻止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要如何学像亚比该的智慧，他这样的温柔，他这样的一个有聪慧，他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从上帝的角度来提醒大卫。所以大卫看见他的聪慧，看见他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就看到在对话当中，上帝透过亚比该，让大卫没有停留，或者是只停止在他这样要做王的一个角色哦。所以透过这样整个磨练，你知道后面还有，但是我相信，因为这一件事的提醒，后来有机会在杀扫罗
但是他还是依然旁边的侄儿啊，告诉他就好戏了，好戏了哦，然后没有你的事，我们来杀了，他就说不可以啦。我们看到后面还有一些我们要看的哦。如果你继续听迦南之声，三位牧者所预备，就是在提醒我们，大卫如何蒙福。大卫在失败的过程当中，他依然能够呼求神，圣灵一直在提醒他。所以今天你我有没有让这样怒气占据你的心，而失去了理智，做下神不喜悦的决定？所以弟兄姐妹，在你困境的时候，有没有像大卫一样相信主？主的恩典够你用，你如何经历？所以话语的权柄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一直宣告负面的，我告诉你，跟神的这样福分没有份。最后我用一个在上个月我们族中的牧者的退休会最后第一天晚上我们都会有抽奖摸奖。那有一些人就说抽到最后剩3个牧师第一特奖剩3个牧师，我其中1位，还有其他2位，有2位说：“哎呀，这个，我说不是我，不大可能。”说另外一个说：“不是我。”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日子早就看好了，因为那个第一特奖是亲近老英格兰住宿1晚，那价值快2万块这样我的像这个牧师，没有，应该不是我。这个时候怎样？不可能。感谢主，我心里说，你如果说不可能就不可能，阿们吗？你的心里如果有这样宣告我们的世界牧师就站起来这个应该我们主任牧师会抽到然后如果他要去做的时候，他要替我讲道对，然后当那个有一个负责的师母拿了那个什么，那个叫怎么讲？用一个板子，然后贴那个老英格兰的住宿的图就拿到我就拿到我的胸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的日子都看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想要，你要宣告，好不好？你要宣告，不要说不好意思没啦，买啦，嗨啦，惨啦。你不要遇到事情你就负面这样嗨啦惨嘛。那些话语的后面的诠释，嗨啊，我伫家，你在找我；死啦，我伫家，你在找我呀，我来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他常常有宣告，即使是在困境的里面，他宣告，你才会得到。因为我心里有这样想，所以最后是怎样？3个好嘞，3个3支签，2个叉1个圈，我就下去，他们还在那边摸，我一下去就抓了，然后叫我开，我说好开。圈圈感谢主其实我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因为有一次我住比较上面的，没有那么好的，我跟牧师长经过，下次来住不知道有多好，你知道吗？你心里有渴慕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不要说哎呀没啦，不买啦。如果你想要，你就不要跟神客气。神看你为宝贝，他不是要将一切丰盛给你吗？阿们吗？但你就这样扭扭捏捏，不要向神要，但是给不给是他呢，对不对？那你要不要？你不要，好像不好意思，要贵呢。你如果要，你就向神要。如果神知道你想要的、需要的，或是你可以给你要的，他就给你。好多时候我就是这样，你用信心来宣告，你话语是有权柄的所以弟兄姐妹，记得你的话语一说出口，
4只马追不到，知道吗？4马难追，所以不要乱讲话，讲出来的话是可能有造就的。你一讲出来的话是伤害人的话，我这个伤害是一直造成的，除非你主动去和好，但是还是会有芥蒂在心里面。相信主，主的恩典够用哦。第二个，你有没有活出这样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走出伤痛？所以大卫看见亚比该，他顺服了神，神的话提醒他，所以不至于让他铸成大错。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在提醒我们，考验我们，可不可以经过这样痛苦的锻炼？我们一起站立哦。当你一直在宣告主啊主啊，但是你没有宣告主啊，你是我的。他不是只有这些的私人的，他也是你的，好吗？他知道你正在缺乏，他知道你可能正在痛苦当中，如同大卫他在宣告：你是我的诗歌，是我的帮助，是我患难中的拯救。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哦。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向主来说，主，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弟兄姐妹一起来宣告说：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再一次来宣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再一次来说，我的盼望在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拍手将荣耀归我们的主。主的恩典够你用，弟兄姐妹，即使你现在看不到神要给你的，大卫也还没有看到，大卫后面还失去了一些的财产，失去了家眷，但是他求问神：我可以追吗？我追得到吗？神的话告诉他说什么？可以去追，所以要回来是什么？加倍给他。弟兄姐妹，他的关键就是在于他仰望主、敬畏主、信靠主。不要让你的困境赢过上帝，不要把你的困难放大了，把神在你里面的神放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
透过大卫，他差点因为一句话铸成大错，失去理智，造成大的伤害。谢谢你透过亚比该提醒我们，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造就人的话，是不是智慧的言语，是让我们自己损害，或者是能够利人利己。求你洁净我们的口，使我们说的合一的话，造就人的话，是正面的话，是一个信心的话，是一个宣告的话。谢谢耶稣，你的话，你的真理来提醒我们，可能因为人一句话受伤害，但是你的话可以安慰我们，你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不会受到这些伤害来影响我们领受你的恩典跟蒙福。愿主耶稣基督你十字架上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黑暗权势所带来语言的伤害，这样的一个搅扰。天父上帝，愿你的爱充满我们，当我们失去爱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的爱。愿主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也洁净我们的口，能够说出合宜造就人信心的话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来，说这个。神是应当称颂，他能力已彰显，他以恩待我们，向我们大施慈爱。我祝他的心情，要施恩给我们。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耶稣是全能的神。再一次拍掌，将荣耀、将颂赞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请坐，请坐。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愿神的平安、神的恩典赐福与我们同在。